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松山警察分局中仑派出所，互人冲入去内底，伫遐呛声，伫遐迫害。这个警方无当场追究上办，搁来引发到这个监视器的画面，互抬掉的案外案。内政部长徐国勇做出指示，除了甲中仑派出所的正副所长移送到地检署来侦办之外，松山分局的分局长监督不周，无尽到查证的责任，嘛调职来处分。再起，这个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嘛自称处分，而且来强调讲，这个监视器的影片无拄好去抬掉去，这是所长个人的行为，无任何人，嘛无任何的帮派来施加压力。可能会涉及有相关的刑事责任，那我们就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内政部长徐国勇对警政署作出指示，将中仑派出所正副所长移送地检署侦办。绝不纵容啊！谢谢，抱歉。连开两记者会，也搁甲事实有出入。松山分局分局长林志成无调查清楚，互外界看甲有煞煞，随风调职。监视器画面8项删掉，经过考证对还原。徐国勇肯定警方无袒护家己的做法。警政署长陈家钦要求台北市警察局一定要诚实的面对。警政署的态度就是不会包庇跟纵容，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继续调查。我身为台北市警察局长，我也要负这个责任，我会自行处分。因为市议员认为案情无遐单纯。到底陈家昌陈局长，或者是昨天去跟市长报告的这个副局长，是有意蒙蔽，还是不敢跟市长讲，还是有什么样的压力？我觉得这才是应该我们要调查清楚的地方。真相爱搁调查，也搁一连串的事故已经重伤警察的威信。